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7月2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9篇13节到18节，创世纪33章第1节到17节，加拉太书第4章21节到第5章第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平等。论到民主，咱会讲到伫公平啦、正义啦。前无偌久，咱有讲到正义世界上咧讲的正义。咱有讲到上帝的公义。那咧到底什么是公平，还是讲平等？大家拢有无共款的标准。一般咱会讲，有即个立足点的平等。也有讲制度式的平等，也有讲实质的平等，甚至真侪人会问：真正有平等吗？有公平吗？或者是讲，这真正是平等的吗？到底什么会是真的平等甲公平呢？基督徒要爱安怎来看？其实就是爱对上帝的公义的角度来看，当咱会通对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时阵，咱就袂会去争取追求家己的利益中间的公平。亲像讲一个家庭，如果有9个囡仔，通常上细会得到上济的疼。因为顶悬有爸母有兄弟，但是有时阵迄个上细佫会讲吼，爸爸妈妈吼甲大兄还是大姐吼上好啦，所以伊讲无公平啦吼。当然，其实咱若注意甲想看诶啦吼，当迄个上煞尾囝出世诶时阵，即家老爸母甲厝里诶老大已经做伙斗阵生活。上计无10年久以上啊吧，无识足奇怪咧吼。但是即种的情形拢甲公平无关系啦。时间是约袂倒转来，人的感情本来嘛就是需要时间来培养的。雅各得到大囝的祝福，以色呢，是毋是什么拢失去安尼？有真侪人为着以色来抱怨啦吼，因认为讲上帝无公平啦，哪会当互一个爱欺骗的人来得到大囝的祝福？事实上，咱对昨甲今仔日的创世纪的经文中间，咱已经看到，特别咱看以色伊带着400人来甲弟弟雅各会面，这代表什么话呢？这代表上帝透过以撒，甲以色祝福的这项代志是实现啦。上帝无有亏待以色，只不过是互伊所领受的祝福无共款尔点。就好亲像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老爸嘛无亏待啦吼，只不过是无共款的领受。咱看亚伯拉罕的囝以撒甲夏甲的囝以实玛利，真侪人嘛讲上帝好像无真正公平来对待因啦吼。好像上帝干那要只要爱杀来的囝，敢讲上帝有种族的歧视嘛？当然毋是安尼啦吼。上帝甲咱讲，上帝的使者来这个怀孕的夏甲来讲，上主的使者佮对伊讲：我要互你的后代坐甲算袂得。上主的使者佮对伊讲：当你怀孕要生一个囝，就甲伊号名叫做以实玛利。因为上主听到你的苦情，伊会亲像亚利亚，
伊会攻击人，人嘛会攻击伊。伊要甲伊的兄弟做对头。事实上，上帝也是祝福，永远祝福互伊是玛利。另外，咱伫创世纪21章也看到上帝差遣的天使甲夏甲讲，伊的囝以实玛利将来要得到大国。上帝并且要保守因脱离这个沙漠凶恶的环境。咱阁回头看以色甲雅各因分别所领受的恩典。圣经记载讲，以色仰头看到济济的妇人人甲囡仔，就问讲：这个甲你做伙是甚物人？雅各就应讲：这个囡仔是上帝赏赐互你的仆人呢。讲了，两个女婢甲因的囡仔进前来拜。利亚甲伊的囡仔嘛进前来拜，落尾约瑟甲雷杰嘛入来拜。所以咱看到以色伊又过问雅各伊讲：我拄着迄阵情生是要做啥物？雅各又搁讲：是望对我的主得到恩典。这个部分是咧描写雅各所得到的祝福。咱也看到另外一方面是以色的福分。圣经讲，以色讲：小弟啊，我的已经有够济啊，你留地吧。其实这就是上帝的角度在看公平。也是讲平等，毋是对人的角度来看。也好，咱参像咱头前已经提到的部分，夏甲甲撒来中间的问题，真正上帝是无公平吗？上帝是安尼看紧做奴隶吗？其实这是一个譬喻啦，吼。一个是对自由的女子所生的，一个是对伫奴隶所生的。加拉太书保罗用安尼譬喻来甲所有的基督徒，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，讲拢是对自由来生，毋是对奴婢来生。每一个人拢徛伫上帝面头前，会通得到上帝的保守甲祝福。25节的经文安尼讲。夏甲之阿拉伯的西奈山，代表的是现在的耶路撒冷，因为伊甲伊的子孙拢是奴隶，不过是天顶迄个耶路撒冷是自由的，是咱的老母。因为圣经有记载，未怀孕未生囝妇人人着欢喜，因捌经过生囝毋捌经过生囝痛苦的妇人人啊，着大声欢喜唱歌，因为受放杀的妇人人比丈夫搁较济今日。兄弟姊妹，恁亲像以撒，是上帝应允的今日。当这是对人性所生迫害，对上帝的神所生，现在嘛是安尼。毋过圣经安尼讲。着甲女婢甲伊的囝赶出去，因为女婢的囝袂当甲自由的妇人人的囝平平继承产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毋是女婢的囝儿，乃是自由的妇人人的囝儿。保罗又搁甲咱讲。为着要互咱有自由，基督已经甲咱投放，所以着徛在毋通搁受压制做奴隶。上帝是公义的，上帝的公平是伊所要赏赐互咱的。
伊会照人的无同款的需求来束缚互属伫伊的人，这是上帝角度的公平。基督徒应该追求上帝的公平，多多来看遐需要协助，并且来付出疼，来完成上帝眼中看这公义的公平。诗篇139篇13节到18节。你做我的丈夫，我伫老母的腹肚内，你甲我塑造。我感谢你，因为我爱做奇妙，通行位。你的作为奇妙，我的一切你完全知。我伫人看袂到的所在受造，伫老母的腹肚内，你甲我塑造。我形成的过程，你拢清楚；我还未形成的身躯，你已经看到。你为着我安排的日子，拢已经记伫你的册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，你的心思实在算袂了，袂算得。我若要算，比海沙较济；若算会了，嘛袂当透彻你的奥妙。求主帮助阮基督徒，正做一个重视并且追求上帝角度公平，互阮伫面对世界一切无公义的事的时阵，会通用上帝的眼光来判断，不但会通追求上帝的公平，更较看重人的需要，来成做上帝公平的仆人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